花花前面一次先发要追溯到去年的7月份，最后3颗球就解决掉了富邦悍将的第一棒。这一球主审已经认定打者有出棒，所以是3振出局。这个球比较高的位置吸引到了林佑颖的挥棒，一个比较偏高的球路是吊中了背牌王子。没想到你这个摸戒指的动作已经骗到你了哇！连续4局泰迪都飙出了3振。哇，最后这一球有点要闪不闪，但棒子已经挥出去了。搞不好人家也是在尝试。哇，这一颗外角的滑球是让陈真挥棒落空，泰迪已经连续赏给了悍将12项。外角的变化球3振出局，到了第4轮。抱歉，是第3轮的投球。这一次让一个外角的速球，打者只能眼睁睁看着球进垒。球数是泰迪取得领先。这个变化球让林哲轩挥棒落空，这是泰迪在本场比赛的第10次3振。哇，不过今天的泰迪呀，这个在我们转播的赛前重点的分析就有提到了。先看这一球，哇，再挥一个空棒，还是被钓到了，挥棒落空，3振出局，这是泰迪今天所投出来的第4次的3振。哇，这个球真的让乐天的左打现在是没辙哎，但还是被钓到了，挥棒落空，3振出局。哇，这还是好球，打者呢没有办法出棒啊，3振出局。这个半局呢，泰迪继续发威啊，钓到了，哇，又是这一颗挥棒落空，3振出局。哇，挥棒落空，这一次换外角球。哇，外侧的球路还是钓到了打者挥棒，继续是用变化球。牛棚呢有李奇峰在做准备。哦，真的，这个时候3振还是投出来了，再1 K， 继续把他在中职的单场3振数啊推向新高，来到12 K 了。